好来，过13分钟啊，袂爱中路啊！我头一摆拄着，我头一摆录音至今到倒为止，为什么呢？毋捌拄过爱中路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你的问拄则即个题输入员伊的来源选毋着啦，所以因为咱是透过电脑，即个机器透过电脑你即摆。满有吗？有，我当确定是有啊。哦，你会使离开我一刷无要紧。无够，无要紧来，我共款好佳在咱也无讲伤久，我加减嘛小表一个看一下，讲有声音有入去无吼，所以有小可去甲注意着一个，都还无要紧啦。有默契啊！拖大开。袂啦袂啦，还好。我先来中路，我来开头。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好，咱过来开始了。好啦，就是咱当讲的是这个咱都即个都无要卖关子啊，无要搁遐讲的话无，就是主要就是来讲咱这个宜兰半岛美食叫做糟饼，对无？咱当讲的糟饼这个物件，糟饼其实是一款这个要安怎讲？算讲嘛是总铺过去一款甜点啦，算讲一个尾点的，算我尾点的时阵伫用的啦吼，是甜的物件。咱进前伫做即个宜兰美食的时阵，其实是讲到古早，还有西萝卜拢是咸的。即个咱讲一个甜的，即个叫做糟饼。糟饼你有兴食无？这以我来讲是无标准。我对甜的物件，不管是什么物件，只要是甜的吼，拢兴趣无大。你本来就无兴趣。对，甜的物件我无介有兴趣啦。食一丝啊还好。你若叫我搁食一个，我都无法度。我感觉糟饼即个口感最特别的，讲袂出来是什么口感。因为伊有迄个金枣，搁有一个啥，搁有即个冬瓜了，对，属于甜的较济。所以伊的口感甲咱一般想的较无共款，所以可能一般你若毋捌食过，你拄开始头一摆食着，这口感是特别的呢。咪看在人，我讲有的人兴，有的人无兴，因为伊佫是煎过的物件。嘛是还好啦，无讲煎甲互你感觉真油腻腻吼。袂啦，迄是袂。但是伊就是甜啦。就是确实是我甜的。看个人的感受啦，有的人爱食甜就会哈嘛。无对。好，咱来介绍讲是咱糟饼即个物件吼，一寡相关的典故伊故事就是即个糟饼主要是伫咧订婚的时阵吼，因为在厝内订婚时阵都会拜公妈，拜公妈顶悬的贡品都有一寡像金枣，宜兰上生产上侪就是金枣，高生金枣，过来出金枣嘛，过来即个冬瓜了，冬瓜了就是甜的冬瓜糖，这冬瓜糖毋是有一款糖仔顶悬围一冬瓜甜甜一粒一粒，毋是迄款，迄是一粒一粒冬瓜了，是透明的，透明的有白色有红色的嘛，对吧？这应该是传统市场应该有的所在买得会啦，个叫南北货迄款的。对。超市可能过年较有可能一般可能就较少啦，伊就是市场较有机会看会到。迄就是看时间啦，看节日啦。一般都是可能爱拜拜时阵较会出现，叫冬瓜了，过来一款就是叫饼，这其实拢是一寡希望讲当甘蜜甜甜不迄个感觉啦，这就做贡品，这是
若查某囝宜兰查某囝要出嫁的时阵，一定爱准备的物件。有啦嘿。过去就是安尼。咱嫁娶毕竟是即个大喜吼，大喜之日大代志嘛。订婚的时阵出来拜公妈了，都甲想讲拜好啊，即甜的物件咱嘛是爱来处理吼。敢若用食的讲实在伤甜，就像你逐个食无啥会落，总是爱备一寡伤空伤芳，做一寡有诶无诶物件呢。所以开始发展有诶无诶物件。再来开始准备到尾就是加上再摆甜的物件吼，加上即个米粉啊，加上即个猪油啦、鸭卵啊吼，甲做成即个点心。咱反正嘛是爱请人客嘛，伫办桌的时阵甲做一个料理安尼来请互人客食。请人就对。若早期吼，人这后头厝吼，伫咧订婚的时阵，咱一般来讲订婚也是订婚较济，订婚。咱习惯讲订婚，我感觉有诶人敢若会讲订婚。咱遮无咧讲订婚啦，拢讲订婚，直接安尼讲订婚。咱遮订婚的时阵我讲到即件代志吼，拄讲到订婚宜兰的抢即个问题。我今日拄好伫甲人问讲即个咱之前讲好贤，好贤好奇。伊是即个，我今日问到即个人，敢若是新竹是倒位，我袂记哩。伊本人是客人，但是拢会晓讲台语，迄无问题啦。出细汉环境，伊佫对歌戏班的，所以拢会晓讲台语。伊是讲伊的故乡遐，我袂记哩倒位啊，桃园还是新竹。伊讲因遐会讲好贤，但是伊来宜兰毋捌听过有人讲好贤，所以确实无毋对宜兰敢若讲好奇尔。伊讲宜兰拢会讲好奇，毋捌讲好贤。伊来遮有发现即个。我都毋捌听过啊。对，所以好奇可能甲是毋是华语较无关系，是当初是可能伫遮的发展就是安尼啦。我认为甲这较有关系。区域性虽然讲法无共款啦，关系拄好讲到即个地方的讲法，所以我想到即个物件。即个物件早期就是讲，即个老爸老母出来后头厝吼，都会咧办桌进前，都会请即个总铺加准备一寡即个糟饼吼，早起即个红赛迄边啦，红赛即边吼，就是烦恼讲囡仔过查某囡仔过了吼，若生囝啥囡仔有诶细汉吼，抵抗力较无，伊早期即小囡仔即个小儿医学啦，毋管小儿也是一般大人共款啦，医学较无较好，对啦，所以即个较无较发达嘛，所以真侪囡仔若即个破病吼，抵抗力无好，较麻烦，所以希望讲补充像即个金枣啦，等等有一寡养生的效果，所以补充因的即个体力啦、营养吼，希望互因会使安尼身体较勇健。因为以早来讲，无像咱即马遮尔方便啦养生的食品啊，咱像即马讲健康食品偌济啦，一个囡仔要出世，迄个新妇都顾干呢因为要养胎嘛要顾囡仔的迄个体力啥呢爸母老母都爱先顾以早因为确实是有影是环境所致啦，拢较无遐尼好即马都无共款啊，即马都太冲对当时毋通食伤济，即马是惊会爱减肥咧。对所以都有即个差别啦所以大人等到想迄甜的物件莫食伤济迄热量伤悬伤大块到时就歹生到时你身体袂堪你总是有这毋过有即个顾虑啦。即款做法过去嘛是讲对囡仔的一个。以早就是讲要顾身体啦，爱互伊较后盖囡仔较有抵抗力，会较行身啦。嘛是一个关心，对家己囡仔即个关心，表达伊关心就是伫即个照片内底就看会到。内底真丰富啦。无毋对咱来讲一下即个照片伊的内容，咱材料爱啥物物件来教大家做照片，其实无困难。无真简单，你只要买会着材料，拢真简单。应该啦，即马要讲要买材料拢真方便啦。你南北理会迄款的迄一定会有。对，咱即个物件大部分拢是但是你若去超市、超市来讲都无啦。可能过年过节过年是过年才有。因为咱当讲主要即个来源拢是过去伫喜事啦、过年过节拜的时阵的贡品即糖仔饼，所以你若毋是即个时阵，你去其他所在其实一般都较歹买着。那超市一般都是外口店家。你就是爱去迄南北杂货店迄款固定有伫卖即款物件，无你若一般店家你可能要过年过节才买着。是咯。头一个就是即个金枣是蜜金枣，蜜金枣金枣就是讲即个是煮过糖水的，我毋知咱台语有过就对啦。有加工过，汤水加工过。煮过。我毋知有专门的讲法无，因为我毋捌伫讲即个物件啦但是有啦，阮有当初有伫做金枣，伊家己金枣出产期的时伊安尼讲金枣糖，无伊就是讲咧蜜金枣。
无拢无安尼讲啦，阮就是有一罐安尼摕起来，安尼一罐真枣的金枣。其实原因真简单啦，因为一般金枣大家讲偏较去酸。生，无伊会讲我去生金枣。算讲生金枣一款啦。因为金枣本身就酸的，咱袂搁较生酸的嘛，袂较生咸的哦，所以用甜的为主啦。吼，你生金枣可能较接近啦。对啦。其实就是讲用汤水去煮过，还搁浸伫这个汤浆内底，讲是汤水哦，汤浆汤酸内底足甜的。我唔通直接摕来食。爱泡茶变紧啦。你若泡一茶，尤其天气开始变寒，最近是夜温差开始变大。泡者有烧水哦，就真香一丝啊，对脑就袂歹。这个生的金枣甜的，就准备10粒。过来咱讲冬瓜料，冬瓜料毋是冬瓜糖，是外口买迄个冬瓜糖。阮拢讲冬瓜料啦，无讲冬瓜料，就是反正伊就是切成一粒一粒长长啦，你叫冬瓜料，就是同款意思是这个白色透明，有点透明。就是差不多这两款色，过去嘛是拢拜拜较接触迄。是啦，迄着过年时甲迄个订婚这个也是。当你可能真正去传统市场的南北货迄边找看卖，南北杂货迄款的店家可能较找有。对，你买这6条都会使6了安尼吼，过来结甲饼纸饼嘛是拜拜的物件啦，当真少人伫食这物件。这结饼嘛。结饼这两款拢会使吼。对啦，就是荆棘的棘，木字旁在一个那个其实就是大吉大利的意思啦，吉利的事情。吉饼的结饼吼，这个物件嘛会使。过来就是猪油，这个伊加写板油和板油吼，但板油到底什么物件？这是特别即届要来甲大家说明的。我今日拄好甲这个市场卖猪肉的这个摊商吼，这店家咧讨论着这个油的问题。因为过去咱前几年前有这个乌心油的事件，迄人阵油就真好卖啊，大家就惊到要死啊！什么油豆有问题，豆有问题。拢去买猪肉等迄落。感觉大家有的人，因为有的人兴猪油，因为讲较芳。猪油炒菜有影炒真好食。我当较少看啊。有啦。就是餐厅有啦，家庭我都毋知影。有哦，包括我家己是拢用沙拉油。有哦，我嘛会用หั่啦，用炒青菜吼。我的亲戚嘛有，阮后壁厝边邻居，我定定评价，那真芳咧，拢有伫标油嘿，你若炒隔壁你炒菜，你讲安尼味足重的一片就知影，你就知讲这就是用猪油伫炒菜。人伊家己本身伫标油，你就知影。对，佫较明显。芳甲不要讲。这就是猪油啦，像我因为大个人较注重这个养生嘛，养生健康，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讲动物的油较无遐好，有的人安尼想啦，虽然迄落，所以伊就较少用，有的人就是用讲炒青菜啦。因为重点用炒青菜。当个人食青菜是直接用水杀过就好啊，你知影？哎哟，烫一个就起来啊，推一个就起来，都要食。无，烫一个起来，有的人是会去叫炒猪油。我目前你若是外口餐厅嘛，拢会啦。那阮家己伫食，伫真正要食清气的时阵是拢无差。你用心啦，阮来讲我是会。嘿啦，若是外口店家也是家己伫厝的，希望只是讲我就是兴食青菜，我就是无想要用炒，用其他方式，你要拌猪油落是无要紧吼。我是讲，若真正就减肥啦，啥物都基本上拢袂惨啦。迄青菜就是。杀起来、烫起来，就是安尼啊！杀起来就好。你若要减肥，逐项嘛爱注意，敢一个这。我逐工你食芹香吧。可怜哦。芹香就是芹香其实是秦香哦，秦就是家禽鸟啊，迄款家禽秦香，所以鸟啊香较的部位拢叫做芹香，只是讲台湾大部分主要做主食的即个肉类是即个鸡肉。所以咱用芹香定定就是伫指讲鸡的即个香坎的肉，但是你若正式要讲芹香，其实你要鸭的芹香嘛有，然后牛肉的芹香嘛有，拢会使。只是讲咱一般若直接讲芹香，就是专门就是你讲鸡的肉，鸡的即个香坎的肉，芹香。伊就迄个肉，就一人拢不爱食啊。我甲你讲，你当要买吼，你早起若要去传统市场，甲大家讲，你若真正有想要减肥，要创啥人吼，你要买即个芹香吧，因为伊的即个蛋白质、蛋白质成分真悬，油脂真少吼，无啥物油，佫较无碳水化合物，拢非常少。可是不爱食人就是吞袂落。你著爱去想办法煮出伊较嫩，你爱想办法互较嫩蹭。一个事叫做嫩蹭，嫩蹭你知影？就是软软的啊！我哪会知？我搁迄个计个。嫩蹭毋是大家拢知影，嫩蹭算讲较古早的事啊。嫩蹭啊，本来就是安尼软软的。有的人伫做一寡料理，小掠一个吼，就是抓腌一个吼，小生一个，参是啥物？讲安尼会较嫩蹭。当然啦。但是
同款啊，你若要掠就是爱放一撮太白粉啊，啥嘿，拢是，迄拢是热量，水。迄拢是热量，酒无毋对吼。抓你要用有诶肉小去灼灼诶，安尼悄悄灼灼诶，改灼灼咧，但是基本上啦，因为即个热量诶关系，我这嘛是拢无参，我就是完全一块轻片诶。我就是爱甲大家讲，你若真正想要大量吼，你为着比如你若想要减肥啦，要控制体重，是讲你真正要希望食清气，毋管你啥物原因，你要去。你若要买轻香，真正要去市场买。现迄落诶。第一是青，吼，你当然你要有信任的店家啦，吼，有诶是长工拢早起就处理诶，吼，是足清气诶。第二是伊即个价数吼，比你去超市买价数济。当然啦。有诶人佫较便当是伊会去即个便利商店，吼，外口即个一般商店去买，吼，一包细包啊。有够贵诶！我伫买，凊彩是買就是来60箍左右，60箍、90箍一大堆，细块仔一袋。你所以講你家己愛去拍拼，你講口味有較好食無？其實還好，普通。其實做即個要煮輕香吼，網絡頂講真濟教你講安怎煮才會軟脆，才會好食。所以毋免煩惱，你其實若有機會就去買起來吼，比如我一個月買一禮拜嘅吼，5袋6袋，我先放冷凍。隔工要食，我前一工摕來下凍來退凍啦。放2層安尼啊，會放下凍內底哦。伊若無完全退，可能像即個天就是較冷嘛，無要緊退，我就提早就摕出來試，即個外口吼，好閣摕一時啊。冰箱的外口啦。頂懸莫有水就好，小切一個吼，生甲要看你要生啥，無已經隨人口味嘛。摕咧蒸，完全無摻油，就是平底鍋，你頂到內底頂到安尼蒸，其實。拄真好，你講放過長迄無法度啦。你若拄真好，其實是足軟誒，完全袂打袂漏哦。你若真了好，其實袂打袂漏。你愛一寡技術啦，其實這網絡頂個攏有教，真簡單。所以咱人吼，要為着一個目的吼，為一個成功吼，確實愛付出相當大誒代價。這個過程確實是有影有一絲仔辛苦啦。就愛看你誒毅力，看你誒忍耐度，這是加講誒。我當就是即個因為減脂期我毋知咱台語有人去用一個特殊誒名詞無？當然咪你要講減肥嘛會使啦，但是主要毋是肥即個問題啦。反正就是減內底誒脂肪。所以反正毋管就是就是講，減內底身軀誒肥吧。因為我當伊擱佇減脂期吼，所以都差不多愛3個月，這3個月來食就變講愛足注意所以都擱來講即落食誒物件就真可憐，但無法度大家都興聽食誒，我嘛甲大家介紹。講到豬油，講到傷遠條。講到歪路啊！你嘛知影歪路？你打網絡用真濟款，你這網絡用數攏遮牛啊，遮了解啊。無啦，愛加減進步啊！真好，歪路無對。來就是。即個豬吼油主要幾個部分啦，第一就是咱腹內附近的即個油，就內臟脂肪，這就是大油。你若要去買，想要出豬油，一款就是大油。你若講你要買大油，伊就知影。大油較軟，較水。即個腹內即個油主要是來保護伊的腹內即個器官吼，唔通去弄害去吼，所以伊的油是真懸。伊熬出油吼，所以你這出油了，逼油了，無啥物豬油泡啊。對。但是有的人無正介意即個大油的味。因為伊我腹內小可粗粗的感覺，有的人小可感覺臭臭，對，所以你若是要用即個口味較重的物件，無差吼，你就用買大油就好。看你的適應度什麼款。另外一款是對身體上濟、身軀上濟的即個油吼，就是煮飯油。咱其實過去的料理店一直講到煮飯油，吼，真正的另外2項料理，其實攏有小可提起到煮飯油即個物件吼，班油攏會使，但是你若要較好，大家了解第另外一個講係中油嘛會使，吼，相較於大油啊。迄有足水嘅。一袋一袋吼，白安尼雪白啊，一個其實你若看規片就是一袋安尼，敢若塑膠片，吼，白色，水啊，這款頂懸可能帶一撮皮安尼吼，你就這出來有這個豬油泡啊，豬油泡真濟，出油量無濟，但是伊啲
这个猪体内面积是上大，这甲大油相比较吼，咱用华语流行的讲法，一个咱讲这个板油吼，这个板油、板油、中油拢会使吼，其实就是这个体脂肪，吼。咱讲大油就是内脏脂肪，你看有的人有这个啤酒肚哦，人都这个司机拢散落散的，就敢若迄个肚啊，这大个毋知有生几个月。阮顶边厝边仔一个足大粒，我来讲，你拢讲笑对吧？是我甲伊讲，我讲，你这当时要生查甫的嘛，就足大粒的。我当伊回答吼，伊回答嘛足趣味讲，无啦。这爱破百，这比这很好笑。像这款你看，破百，明明司机拢散的，但是不肚特别大粒的吼。这款我嘛有熟悉安尼啦。你要崩去呢？迄就是内脏脂肪，太多了。腹内的这个脂肪伤济，就会惊到。脂肪，敢若一款讲做二磷油啦，就是这个物件。就是讲你的内脏，你可能体脂肪无悬。但是你内脏脂肪较悬吼，这大家要注意，这甲食嘛拢有关系。我讲看到我也要惊死我，你迄个敢快要爆炸的感觉，你知？哎呦，迄根刀都要崩起来。人伊嘛讲较趣味个，你讲，我这边先爱破百。另外，这个咱讲这个中油吼，主板油还有一个上特别的讲法吼，就是我今日甲这个团兄弟讨论吼，伊就讲阮其实拢安尼讲吼，因真少讲，你讲板油伊嘛知影，板奶油伊嘛知影，中油伊嘛知影。但是正式因拢习惯的讲法叫做，因习惯的是酿脏。酿脏有嘛安尼讲。酿脏，我唔知是毋是敢若宜兰的，因为我查袂到这个字。有老岁人较会安尼讲酿脏。我意思是讲，我唔知影讲宜兰以外。有人伫讲酿脏无吼，因为是毋是专门的词我唔知影。这你就可能爱问一寡听众看，捌听过无？大家会使去问看觅。咱遮有安尼讲，所以咱遮在地讲酿脏，酿脏讲的是猪板油，我哋讲酿脏，其实就是。伊主要是啥物所在？就是咱的卡只片猪，伊另外一个华语讲叫做猪背脂，就是我卡只片这边冷了吼，边仔冷了这个所在油吼，其实就是体脂肪。你安尼讲，敢若是讲咱人的饭丝骨后边迄两条。差不多意思，系无毋对。较大片，因为猪较大片嘛，猪卡只片较大片。拜托。所以伊占的这个面积，伫猪的身躯内底吼，这个油伊这个酿脏占的面积较大吼，比这个大油就是北内的大油较大。但是伊出油量较少，伊猪油泡也较济。猪油泡也较好食。你有兴食猪油泡啊？我爱食。我嘛就爱猪油泡。我拢无咧甲惊哩。我是打较唔敢食啦，但是猪油泡该就芳的吼。迄标油出来了，迄猪油泡有够好食。我知拄起来时吼，大油男一说你就腻啊。我甲你讲，我捌做过一件代志吼，就是我去采访过一间做月饼哦，伫咧宜兰罗东。做月饼，伊拢家己出猪油，伊个月饼就有名。当年吼，要中秋进前哦，无用啊变去，然后拢家己出猪油，家己做月饼。伊迄个油拢家己出嘛，所以伊出好了，伊就是用即个酿脏去出油。出油了，伊猪油泡就济，伊是规布地的猪油泡啊。伊这无效，无伊就要迄条，伊就要互本色车，所以伊先去门骹口，可以电火条啊边啊。我迄工去采访倒伫门骹口，吼，猛讲话，我实在伤芳，若要做本色迄条。但我挡袂掉，我就伊喙开，伊无甲包起，我就伊哪讲伊甲伊讲话，我就一直去摕伊迄猪油泡来，食要迄条做本色啊！伊就芳，我就久无食猪油泡啊，就毋敢。但迄个人甲你看讲，哎呦，他这个囡仔是安那？伊知影讲这，因为有个人当然无啥知影猪油泡啊，这个。对啦。就好食，我就怀念咧，就少年咧。男一撮豆，咱你食较油啊？迄较油一撮，我无倒一直食啦，猛食几撮啊，就讲就怀念一下安尼。爱用豆油。迄呐，阮豆油就芳，就好食。迄口感嘛就特别的。对，迄个有个人吼，去南饮食啊。对，我知影。饮食啊吼，摕落去吹，迄个蒜头用一个，大约用一个。嘛是变一个料理的感觉对。小菜啦，跟小菜配酒嘛使。迄搅饭吼，通食两三碗，我甲你讲，猪油泡啊，盖恁吼。就芳的芳，因为有一款物件就是猪油搅饭嘛，搅饭啊，拢会使。恁这朋友若会当去看啦，有即个机会吼，猪油泡啊去下几粒饮食啊吼，味素下一说有迄也无迄拢袂要紧啦。蒜头用一个吼。等我甲下落去吹，当然啦，你用一撮豆油无会伤正，伤正伤油，对，油的感觉较相当。你也下一撮豆油但莫伤济啦，有插色，
颜色较水啦，迄是插性尔。啊，因为你有下迄个豆豉嘛吼，迄个饮食啊，所以你就有咸度啊。啊，你通吼配饭试看觅，你通本来食袂落的人吼，你通食一碗，通食2碗，哦，确实有够好食的啦。讲着丢破啊，讲真流嘴烂，你要流嘴烂。袂使啦，我当袂使食啦。但是嘛，其实因为出猪油人较少，那有一寡在地超市其实因为卖规碗拢做好的猪油。迄差济。这我是无食过，我毋知外口有做好的猪油啦。咱家己出来逼你，其实去市场嘛，会使买着即个咱当讲的酿章。有诶，别人出变好，但是嘛是爱看，因为有诶真正是较困难因为有生理伤好，像我最近要买即个肉片因为有一个专门处理好的肉片，切甲足水诶。我前几工甲订，迄机械切啊。但是伊是因为肉青，伊肉非常好，生理非常之好。我要甲订，我讲你明仔我半暝传互伊，拢半暝精神嘛。我拄好要困之前传互伊。我计讲早起一看伊是毋是讲歹势爱到后礼拜3才有。生理一礼拜后才有。生理伤好拢互定了啊。所以拢因根本都无法度做啥物生理，因为拢互定了。来就是应付电费。人客就差不多啊，你要现场要甲买真困难。真厉害啊！所以真正好的吧，其实人生理做了好，有信用啦。物件，所以你讲要叫伊帮你出油，拜托伊无迄个阳光做这个代志，伤无用啊啦。这就是另外一款油。但是这个咱当讲这个酿章有另外一个，我有查到的讲法，但是我无听因安尼讲，做斑蜡。好，有就是蜡这个字。看捌听。迄个字，大家若有兴趣可以去查啦。我都不会讲大家讲怎写，迄字嘛歹写。因家己的术语。斑蜡这我都毋知影但是咱主要我知影讲，咱遮若讲主板油伫遮是酿章。你当是毋是我落去啊？袂讲转啊。我未讲了，我搁一个油咧。伫身躯主要3款油，咱讲大油酿章，过来就是即个芒西油。芒西油其实是即个北内附近有一个即个外围有一沿，敢若迄毛啊芒啊，迄个感觉薄一沿一个即个油。这油其实一般拢摕来做即个敢若外皮共款的感觉，甲豆皮安尼咧包物件。比如讲宜兰真有名龙凤腿，伊外口就是用即个。打是毋是还安尼用，我都毋知。即摆应该是较少啦，迄一般是芒西有时拢去做肉卷啊，卷麻呢宜兰就讲肉粿嘛我知你无听安尼讲肉卷。过来干花，敢若听讲嘛会用到。宜兰的在地料理，以后有机会再来甲大家介绍干花。这是念干，毋是念干，干花。有诶无诶啦嘛弄会着即个用着即个物件，主要这3款啦咱主要即个食谱内底伫讲即个就是酿章，伊是写伊个有挂号写生猪油意思是讲你买规地转来就好啊，你莫出油过规地，伊就是要你规地迄个可能留一撮口感等等，无要真正要互完全用掉啦所以你买青就好啊。过来葱仔3支咱惊大家袂记了头前个大家复习一个。即个洗好的金枣甜的过来冬瓜料过来鸡甲饼鸡饼拢会使过来酿章，就是即个青摸出过过来葱仔3支2一粒7个咯过来白麻个炒好芳一撮就有够啊。芝麻啦，就芝麻过来有一个即豆皮一领，豆皮咱用一领算较大领一撮豆皮一领。另外搁一个说调味料就是另外准备就是1杯的米粉伊无写是啥物低体、悬体、中体啦，伊无特别写，这咱都毋知搭一款，但是应该差无偌济，伊无量无济。过来是即个牛奶半漚就有够啊，一个1漚一个半漚。咱当讲这3项即个糖仔类的糖仔饼的物件，就是即个金枣、冬瓜料甲即个鸡仔饼。个咱当讲酿章拌油拌仔油甲切一块细块啊。把你油我当我青嘛，切细块安尼，放做伙葱仔甲切落油，切葱花，葱花。过来咱鼎就爱起来爱炒，先甲欠芳，所以放两汤匙仔油，甲拄则咱讲这几项材料甜的这物件，个有拄仔讲即个板仔油就是酿章，个有葱仔放落去内底炒，欠芳，这就是爆香欠芳，欠芳就是爆香的意思。炒，大概炒迄个芳味拢走出来了，就使先起鼎来准备啥物备用。过来摕一个即个容器摕一个容器即个毋管你要摕啥物件啦，先甲缀起来了，放入等阵欠芳的即个料以外搁放入即个鸭卵，咱讲放一粒鸭卵，压一寡即个白麻白芝麻，白芝麻，加咱拄仔讲的即个米粉，
一漚的米粉甲半漚的牛奶拢甲淋做伙，一直搅，甲搅互匀，拉互匀，然后搅。嘿，然后搅就对啊，甲放做伙。过来，咱这就是咱的鸭，互咱主要的鸭。过来，咱这个豆皮摕出来了，甲拍互平，甲放互平了，甲这料，你大领，你上细领就无法度包。大领顶悬甲这个料，铺伫顶悬，铺互平，铺互平了，你就甲包起来，就甲卷起来嘛，甲包起来了，甲拍互平，拍甲小块安尼。互伊有较水一撮，看你要做圆的，我嘛无意见啦。一般咱是会做较瓦四角的感觉，咱遮伫做是较瓦四角。摕即个起托就是牙签，小可镀几下空啦，互伊即个油我都烫过，无毋对。过来毋是要先钱哦，你爱先放入去笼绳知影蒸笼，笼绳就是蒸笼，放入去吹25分钟，吹熟了咧，甲摕出来，等伊共固定啊。你吹熟了过，即个因为你内底有即个米粉嘛，所以你吹熟了会凝结，甲牛奶做伙嘛，变规块啊。你就使甲切规块，不然是规条，你当包起来是规条，大概切到规块了。摕落即个油鼎来煎，差不多160度的即个油，差不多煎5分钟至6分钟就会使，你就使起鼎。袂使煎甲炒花刀哦。所以5、6分钟，160度其实无算介悬的，我认为。一般油鼎无算介悬。迄落火候爱控制。你火莫伤大，其实无需要伤大，因为大概看一下就知影，因为本身已经熟啊。因为咱都已经吹过啊，你当这汤仔饼本来是熟的物件嘛。其实最主要就是即个鸭卵爱熟尔，鸭卵的温度其实免足悬就会熟啊。主要就是即个口感的差别，所以你温度有够就好，毋通伤大，火慢慢开伤大。煎5、6分钟，起鼎讲无你无甲炒花刀，起鼎起来油小过一下小用者就会使食，就足简单。讲起来就简单，无几项材料。做嘛是真济工哦。我认为袂伤困难，因为你实际上无啥物手艺问题。无毋对啦，但是你都爱遮济物件爱就备啊。就是主要是头前迄3项饼，你可能等下饼你爱去吹一个吼，但是你若讲真正要做无困难，你讲要试看觅来讲，因为你也免搁加切啥物物件，就是这几项尔，这拢是现做好现做便的。嘛会使互大家来试看觅，或食看觅即个参考啦。糟饼或者宜兰在你拄则讲，比如讲西螺肉啦、古早啦，你伫宜兰真济餐厅啦、小食啦因为咱有名嘛，大家还佫食会着。但是糟饼差不多10团咯，较简单，但真少看到。差不多要10团啦。一般餐厅就算是即个结婚啦、喜事伫办桌嘛，真少会看到糟饼，所以。我印象中，我管的即个传统市场，敢若有当时会做，但嘛毋是随时做，拍有啊。看心情啊。我都要拍有啊，你即个拍有啊，对无？大哥就拍有啊。我毋知其他所在有无共款的讲法。有些拢一直，安尼拢袂定，足艰苦的。有前几工咱应该是周日吧，我有甲一个伫 Clubhouse 顶面甲大家开讲那都雄讲到即个。蚕宝宝咱细汉拢会饲蚕宝宝对无？无毋对咱遮拢讲牛仔，我自细汉咪听的是牛仔。对。你咱会爱把牛仔树叶、桑叶，互伊食。若伊顶悬结的即个水果咱讲牛仔籽，对无？嘛有一款讲做酸水，嘛有人安尼讲。我是拢讲桑葚，我嘛毋知。咱遮我会记你。过去牛仔树籽啦，咱有知讲牛仔树籽但是酸水我知影有即个讲法，但是咱较无伫用啦，咱讲牛仔树籽较济。咱遮拢讲牛仔树籽，爱通啊食。不过我迄工听着台南人甲我讲，因叫痰啊。咱牛仔，咱讲牛仔迄落痰咱细汉拢饲蚕宝宝对啊，牛仔。但是因叫痰啊。因你也做痰啊？我讲我毋捌听过，我应该拢叫牛仔较济，伊又毋甘愿啊，伊个调查问逐个，伊个讲你拢安那讲，恁蚕宝宝咱讲，逐个拢甲讲牛仔，所以互伊一个机会来平反咱逐个若有即个你故乡饲即个细汉小学时拢饲蚕宝宝做观察日记对无？迄个是倒位人？台南人。是哦。你嘛有熟悉？安尼我毋来去问看觅。Clubhouse 顶悬，你嘛有熟悉迄位？安尼我。一个查甫啦，你有熟悉？我嘛来去问阮台南的亲戚。对，你甲请教看觅，因为有人讲，虽然我伫台南，但是我细汉就讲蚕宝宝，我嘛毋捌讲过你的台语。我定定讲，希望互大家嘛了解真济生活中过去，伊讲痰啊，
确实这个字蚕宝宝这个蚕有一句诗叫做春蚕到死丝方尽，确实迄个字你若真正正式要读，伊的文言文音是念做痰，无毋对，痰痰所以你确实要讲蚕宝宝，你讲痰啊。无毋对，这绝对无毋对，只是讲若在地阮家己的名叫做牛仔，牛仔对，所以牛仔树叶、牛仔树枝，桑葚牛仔树枝，所以无啥共款。大家拄好讲到这个物件啦，咱讲歪一个，大家今日歪不哩济呢？我这节目，我自然啦，实在想无闲讲，实在我真正准备的敢若有顶一集吼，这我一届拢录2集嘛，这一集我的时间实在无够，拄好想讲进前有大概要准备一刷这个。甲招饼有关系的代志，咱捌讲过招饼这个名所以来甲大家分享，就是用网开讲的方式，我这是最自然的啦，所以非常自然这个物件，无加工，无制作，有啦，食谱内底材料有制作加工过啦。我今日讲的就是这个招饼的代志宜兰在地办桌料理，希望大家若真正有机会参加到宜兰的这个传统的办桌，但是真正足少，你要专门去找，嘛爱装卡甲装卡都无一定有啊，我伫想因为装卡咱嘛拢去内底去餐厅内底食，咱总铺较少伫外口煮啦，所以咱是讲煮啦，外口煮啊，所以那无紧大家若有机会，希望大家甲即个物件记来，讲有一个物件做招饼，有少数有一寡餐厅是伫要失传啦，少数有一寡餐厅会甲即个物件做成阮的特色料理，有一款餐厅，那大家有看到有机会去食看卖，无一定虽然介意，因为有讲实在较活甜的物件我无遐兴，我无遐兴食甜阮遮拢比较较无食。无食较甜，所以这是较特别的一个料理，是为着结婚有一寡喜气特别的原因但是你若有兴趣去甲食看卖，虽然介意，无你较台南人就介意嘛。我毋知。好来，咱这集就是讲这个招饼的代志毋知大家对这边故事有咩款想法咧？这集内容你听到若是有介意，还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 留言互我。你当时你赶火车呀，还是赶飞机？正式意思是安尼你我买当到这个 Instagram、Facebook 找出呀，退了。听无啦。免那紧啦，差无1分钟啊。好，我要去吃暗顿啊！拜拜，大家拜拜。